哎，你别动，别动。我就今天这个衣服换身上，我老感觉不对劲啊，这版型不对还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去年买的衣服吗？对啊，去年穿不好好的吗？对啊，是不是因为我长胖的原因啊？应该是的。所以你也觉得我长胖了对吧？啊，不是，我没有说你长，不是，我刚想了一下，应该是，这个衣服它的那个质量问题，它穿一年洗多了洗缩水了，它就是那个变小了。可是我感觉我确实是有点胖，就是感觉体重要控制一下。没事儿，你晚上少吃一点，体重就回来了。还是觉得我胖点。我没说你胖，我意思，是你自己说你胖，我可没说你胖。那我问你，那我这件衣服是质量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呢？质量的问题，怎么可能是你的问题呢？肯定是衣服质量的问题。我不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你怎么认为的？那我问你啊，那要是我身上穿的衣服有问题，你觉得衣服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啊？既不是你的问题，也不是衣服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我为什么没给你买新的呢？我为什么没给你买新的？我肯定会给你买新的呀。